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最近一直在产科啊，就听到那里的医生一直在讨论，现在新生儿的数量一直在降，可能今年要跌破800万了，以后怎么办？可能各行各业啊，老师越来越多，学生越来越少。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？我听里面几个年轻的护士说，他们还没有交过朋友呢，更加不要说生孩子了。他们说现在工作太辛苦了，就算以后结婚了，也可能不生孩子。其中有一个老医生的话让我深受感触啊，说现在用25年时间，花100万人民币培养出来的孩子，很大概率成为996员工，30年房奴，还有可能35岁会失业。国家感谢你，资本家感谢你，银行也感谢你，只有你的孩子不感谢你。菠萝面好吃，好吃甜。再坚持坚持，说不定就能出院了。肯定可以出院的。医院里虽然小孩肯定是保得住，但是就是休息不好，每天晚上几点要查房？昨天查了好几次，可能2点、4点、6点，所以晚上一直会醒。幸好买了个游戏机，下午可以玩玩。不然这天天待在医院是真无聊。大课堂的菜来热一下，为了让你羊水多长长，今天吃顿好的。那个大课堂的菜确实不错，中午我们去的时候全部坐满。干嘛？开坏掉了一件？这种塑料不牢的，一顿吃掉。这个也是鱼啊？没有，提筋3鲜。这个大课堂，得会帮你递个。那当抽包管，重头戏这个。这是一条整鱼，我们一口都没吃啊，吃吧。那给大家看看镜子的伙食啊，评论区必须得说你吃的很好，不能再说我老给你吃什么速冻啊什么食品，快点吃吧。这一盒是高桥头的味德丰买的，这个糖醋排骨确实好。